医疗部咧看煞，咱换来看卫福部是发现讲，即几档囡仔动手拍爸母的情形是哪来人严重，甚至是有一寡囡仔举刀啊、举棒球的捌打来威胁爸母。过去这一年来，就有3400多件未成年的囝儿苦毒死大案件。有社工是认为讲，这起冲突上界主要的原因，就是耍手机的问题。 因为手机问题和囡仔起冲突案例不时拢有，有当时若是爸母无顺囡仔伊强硬限制因耍手机的时间，囡仔就会情绪失控。现代妇女基金会社工也拄过囡仔去甲动手去攻击爸母的情形。我们也碰过，就是拿比较尖锐的物品，甚至是拿刀具、球棒之类的，那种其实就会对家长也会造成就是比较严重的受伤。根据卫福部2023年的通报资料，囝儿苦毒65岁以上的死大案件超过11000件，其中有3489件加害者是未成年。社工指出，这阵时代咧改变，家长的观念也慢慢转变，愈来愈侪人会选择通报、报警，无像过去安尼吞忍家己的囝儿。我觉得是那个求助的意识开始有，就是被建构，就是。今天不管是亲密关系，或者是孩子对父母的攻击，对，就是我觉得是那个求助的体系跟制度，其实是有被建立的。我们发现这些小孩子可能是从小就目睹一个家庭的一个暴力，长期是生长在这样一个高冲突家庭的环境中，他们其实也是一些受伤的小孩。 现代妇女基金会表示，会出手拍死大的囡仔，其实真侪本身就是受过伤的囡仔，因可能长期看到家庭暴力，也是伫学校去互人欺负，情绪才会无法度控制，最后选择美伫咧网络的世界。兵团建议爸母若是拄着冲突，会当找心理医生，也是学校的老师来帮助，避免有严重的暴力发生。记者戴亚轩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